观众朋友，大家平安，真欢喜，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吼，其实是1月1号对无？你什么？咩啊？23日，正月初一咯，真欢喜吼！我即阵个伫斯洛伐克吼，老师伫台湾，咱录影吼，因为即阵观众朋友听的即个时阵呢，我可能已经去要去坐飞机啊啦吼，所以后礼拜就咱看大家搁伫空中再会安尼。今仔日真欢喜，因为呢，咱要来讲一个什么韩剧？韩剧，是韩剧的多烂。我后壁是讲记晓大大团。我后壁是迄个记晓，真济吼。其实韩剧其实最好食吼，但是以前的人拢感觉韩剧安那？你看即个图就知影，即个妈妈安那，伊个拢无物件食，就是为着要互囡仔食好料的，敢是安尼？是即个意思吗？我会记得吼，以前吼，细汉的时，爸爸妈妈拢毋甘买衫对无？拢甲囡仔吼买做好的物件食来新衫啊，买新衫，但是家己拢毋甘用吼，毋甘买吼，安尼是毋是？就是咱今仔要讲的啊，老师。韩剧毋惊落土烂，只求记好大大团。是，其实即句话是为对位来。即句话吼是对即句话的来源吼，咱来看即句俗语的来源，是叫做郭有新。郭有新是宜兰人啦，宜兰人伊出世伫日本时代，伊迄阵伊就看到讲台湾人互日本管的时阵是做二等的国民，就是讲较好的学校，日本人会当读的，台湾人袂当。佫有足侪无公平的所在吼，伊就咧想后来中国人、日本人退去以后，中国人来，也是安尼共款，甲台湾人当做二等国民，所以伊就伫遐想讲台湾毋是安尼，伊拍拼伫迄个民主的运动，伊做一首诗叫做内底有一句讲千年根，万年定。韩剧毋惊落土烂，只求记晓大大团。所以因为这韩剧代表台湾人迄款的精神，所以变成逐个人就爱讲即句话，讲到啥变成俗语啦。韩剧毋惊落土烂，只求记晓大大团，表示讲一个人做坚持，不管伫什么困难的环境。伊拢有法度通活落去，迄款的感觉是安尼。这是一句俗语的来源。咱来看韩剧毋惊落土烂，只求记晓大大团。因为咱第一个来想台湾人叫做韩籍啊，为什么叫韩籍啊？因为台湾的地图啦，你看台湾地图是毋是安尼？尾啊尖尖，中肥肥。头渐渐有足成韩剧就对啊，所以甲台湾人做韩剧相对的甲中国人就变成是蚵仔人讲蚵仔韩剧就是安尼来是安尼。韩剧是个韩剧迄阵是台湾人做，尤其是做食人主要的食物因无米通食，当然爱食韩剧，因为韩剧足好整的，佫真好收成真粗俗。韩剧佫会当饲猪，因为逐个人因兜拢有饲咧5-6只猪啦拢佫饲牛，有饲猪饲牛。韩剧叶，你若韩剧丁尖尖的熟色，就会当互猪食。你若无杀青呢，就互牛食。你韩剧佫拍干以后，你佫熟色嘛是互猪食，就讲猪拢食熟的。牛拢食青，所以韩剧全部拢会当食，不管伊的皮还是伊的丁、伊的叶，拢总会当食。即个人嘛讲韩剧叶放到足济放半冬啦，放半冬
放到明年的番薯收成，还个会当吼，把干以后会当放足久，这是番薯对台湾的做好用诶，功用啦。啊，番薯的减硬生命力，是讲减硬，减硬就是讲减硬伫台湾话内底吼是足水的一句话，啊，个会当形容一款人真有硬气啦，还是讲所有的艰苦困难，伊拢毋惊，拢有法度甲忍耐落来。迄款减硬啦，减硬有真济像安尼意思吼。你若定定讲，就知影减硬是啥。汉是减硬的生命力，比如台湾人的生命是减硬。伫圣经内底有哪有吼？伫诗篇137节，你看。从事后发来主爱规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规伫行行顺顺，即个行行顺顺，就是祈祷代代传。祈祷代代传就是行行顺顺，因为咱希望咱的子孙较有出脱，较有希望，甲会当出头天，无阁受互人看做第二等的国民，互咱直接。就迄款的思想，后来咱来看，约翰福音落地土里的麦啊，计足济粒。这意思讲耶稣讲一个比如啦，讲一个麦啊，若落地土里来死，才会当结出足济粒，对无？啊，因为咱无麦啊，咱是食番薯啊，因是食麦啊，所以用麦啊来做迄个比如。咱就爱用番薯，共款意思啦吼。咱来读圣经吼，我实实甲恁讲，一粒麦啊无落伫地里来死，就有缘一粒若定死，就结实济济。即个咧，就是讲，番薯死就会当伊的基因摊搁较济，伊毋惊死啦。啊，艺术帖的艺术帖记4章16节，有哪有一个故事吼？这个故事真长吼，咱直接无咧讲，因为应该拢小可知影。就是犹太人吼，迄阵伫外国，互人掠去伫外国嘛，啊有人甲伊陷害，要全族的人拢总要甲杀死。日期已经定好啊，已经定伫讲当时特别甲。所有犹太人拢总杀死，啊，国王也已经下命令，安尼即项代志就已经成啊啊，结果呢，王就是讲国王的太太是犹太人，毋过大家拢毋知，所以有一个叫做有一个伊的亲人啊，就伫外口穿麻衫，啊，足艰苦，啊，迄个艺术帖是一个王号啦吼，就叫人去问讲啥原因，啊，甲迄个原因讲互听以后，讲你爱去甲王讲即个代志，啊，艺术帖就讲，啊，我国王若是无允准我入去，爱讲伊无请我入去，我家己入去见国王，安尼我准死，因为法律是安尼规定，讲王若无讲叫你入去，啊，你入去做，安尼你就爱死。这是因的法律的规定啦。所以艺术帖咱来读这段，咱读过了，可能你就了解吼。艺术帖就去召集伫苏珊所有犹太人，为着我，伊就讲啊讲，为着我禁食3日，每日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禁食，然后我要照无照咧。入去见王，无照咧就讲违背迄个规矩啦，迄个命令啦，迄个法律，无照迄个法律要入去见王，啊死就好是尾仔即句吼，尾仔即句你有看到无？已经存办咧死诶就对啊。伊讲我入去有可能会死，啊讲死就互伊死吧，所以伊就家己愿意牺牲家己，伊就为着伊个以色列人要祈祷检验，要互伊摊足济，所以伊家己愿意死，有足济即款例啦，叫做落土烂，就是敢若祈祷，然后代代传，就是迄个意思。是，所以讲，最后看一个保罗诶即个故事吼，伫腓立比书遐写，第2章了。
迄种我若是我的，会当做较侪利益的工作，所以我毋知得经对一条路。对一条路，咱搁讲后壁句吼，我即摆进退两难啊！我实在真爱去甲基督做伙，安尼应该是较好。是，咱另外来解说啊，最后讲总是为着恁的缘故，我搁较应该活落去。我个迄阵毋是拢互人家用铁链啊链的嘛，不是互人拢关起来，大家哦，拢足够，伊无惊死，毋过哦，伊会想讲死的较好啊，所以就是讲，讲我哦进退两难啊，我实在足爱死的，讲我要去甲基督做伙，就讲我真爱去死啊，安尼是较好啦。但是我搁为着恁的缘故吼，我应该活落去啊，这两条路我要安怎选呢？一定要两难，就是讲伊真艰苦心嘛。我是足爱死的哦，毋过为着恁，我要活落去。这就是伊有那限制，毋惊落土烂。哦，只求祈祷大大团，共款的即款的观念。对啦。所以知影讲，咱一个基督徒是毋是有那是爱安尼？为着咱后代，为着以后的人，为着真侪人会当得救捌道理，家己生无要紧，有那真勇敢来讲，无要紧啦，死着其实毋惊死，人若有目标吼，是袂惊死啦。你惊死是无目标，你的目标拢无，想讲死都无啊，安尼实在足恐怖的。啊，你若有目标，知影讲我要去倒位，啊，并袂惊死，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无惊死的迄款的心情伫咧。因为伊死是甲基督伫咧，哦。我看今日是讲到这，因为咱等者阁有一个布拉格的影片哦，我要大家看。对哦，其实今仔是新年对无吼？新年为虾米一直讲死咧？啊，其实这是真正有死较有死对无吼？有新的开始对无吼？就是咱旧的咱家己吼已经死啊吼，啊咱新的家己的咱讲顶头生啊吼。就是老师要讲的吼，就是讲咱若有顶头师啊来甲咱家己牺牲的时，咱会当今年祝福大家有啥物做啥物？吉子济济啦，上尾啊吉子济济，限制的祈祷大大团。嘿，对，限制祈祷大大团吼，所以来祝福大家祈祷大大团。今仔日要甲来分享的，就是我伫布拉格吼，一个就是捷克的布拉格吼，有翕到一个钟吼，即个钟楼吼真特别，因为伊含迄个教会吼，拄好伫隔壁吼，所以伊讲钟吼，伊会有足侪种方式来讲钟吼，伊嘛会当代表教会，会当代表讲有啥物火烧的发生的事，伊嘛是会讲钟吼，所以咱来。互大家欣赏即个布拉格的钟楼吼，好，安尼咱等下呢，佮继续哦。营业1点钟，逐日吼，营业干那1点钟尔。毋是，应该是讲吼，头1点钟吼，你去的时候，你的门，你的票半价啦。哦，1点钟来看了就半价。1点钟来头起先入味的人才半价。伊这是足悬。头前入味的半价。伊这足悬的吼，所以当看中门吼，所以这有进前有2个，说啥物？2个人吼，当做是迄个酒楼的人住伫遮啦吼，所以有2个人住伫迄个钟楼的内面。是有便所吼，佮有这啥物客厅。客厅。
这是餐厅吼，哦，餐厅、食饭的所在。食饭厅、食饭的所在，啊，这房间啊，是，哎呀，这电视应该毋是以前的啦，后来装起的。哦，房间会当看足远就对。所以若有啥物代志发生吼，伊拢会当来弄金吼。啊，有两种吼，一种就是啥物灾害啊。对啊，像有火烧厝的会警报啦，有战争啦，还是讲到长有啥物代志吼，伊嘛是通知所有百姓，就爱较紧讲清来通知，像咱咧淡水咧感觉。是，所以伊有无共款的声吼，因拢知影即个声是代表啥物意思啦。因遐人拢知影，讲水个是啥物意思吼。所以有人伫遐吼看咧吼，嘛是诚辛苦的一个工作吼，因为这细紧吼。到顶管。所以因的是啊，就是菜红旗。是下暗就点灯吼。下暗是点灯。有人讲一个方向是一对吼。伊个宽度是65公尺。是。老师讲这会当看到啥物？袂输像伫飞机顶咧看涂骹安尼吼，规个布拉格拢看会到。咱去的时拄好搁有落雪吼。祝福大家新年平安。新年。啥物啊讲？你的，就是讲你用你的稳定做年冬的燃料。是。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台湾圣经来讲，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好，欢喜快乐过新年。快乐过新年吼，所以呢，共款哦，后礼拜一的下暗吼，台湾8:10，泰国7:10，佮继续来讲台语哦。今仔日真欢喜吼，观众朋友有啥物好欢喜的代志，嘛当写落来，互阮知影吼。你的新年有啥物愿望呢？吼，像迄老师讲的对无吼？咱来寻求韩吉。汉字念嘅话名，逐项拢毋惊。是，逐项拢毋惊吼，继续安那继续行落去哦吼。就是落土烂嘛毋惊。是，所以咱继续看咱的节目做伙吼，观众朋友继续来甲咱支持吼。今仔日真欢喜吼，是新年的第一天、第二天吼，嘛祝福大家吼，拢大团吼，大家大团，祈福大团。是好，安尼平安，多谢。平安。是。